Hello， 欢迎来到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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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怡姐，我告诉你哦，我最近超爱看韩剧的，而且呢，我发现韩式料理哦真的超好吃了。其中我最爱吃的就是韩国烤肉了啊。那我要告诉你了，我们公司附近开了一家新的韩国料理店哦，而且我发现最受欢迎的就是五花肉。对呀，你刚刚说他们的五花肉真的超美味的，三层牛啊，如果加上辣子味，真的是非常美味哦。因为呢，三层牛它油花非常的多，加上辣子味，哇，天哪，我都流口水了呢。你刚刚说的三层牛应该就是五花肉了，辣子味呢就是辣椒。但是我个人认为哦，如果你要吃五花肉的话，应该要加上的是酸内，也就是大蒜会更好吃。没错，大蒜就是酸内。那我们要教大家呢，烤五花肉要趁热吃，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这句话应该要教给大家的是開三層肉，愛乾手濕。開三層肉，愛乾手濕。今天勾勾公好法带大家一块来品尝流行的韩国料理当中的五花肉，吃美味吃喽！来，明华，今天带你来吃好吃韩式料理啊！俊南哥，我告诉你哦，我绝对不会客气的，因为我超爱吃韩国烤肉的，尤其是三层牛啊，它非常美味，油花超多，我超爱。走吧。안녕하세요。小姐，那我先帮你煎一下猪五花肉了。哇，这三层牛好香哦，而且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我待会呢一定要包酸的一起吃。我觉得这三层牛啊包生菜很棒哎，而且呢3点酱，然后呢再配上他们的酸内，哎，真的超美味的啦。对啊，这个生菜如果配上酸内，然后再配一点生辣椒，会更有味道。除了酸内之外呢，辣子味哦，如果加进去，我也觉得真的很够味哎。俊南哥，谢谢你哦，请我吃这么美味的一餐。哎，敏华，我真的太羡慕你了，你敢吃那么多五花肉，超好吃的，真的超美味的三层牛呢，真的超好吃，油花超多的。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的客家话吧。五花肉怎么说呢？三层牛，三层牛就是五花肉了。那如果说辣椒怎么讲呢？辣椒就叫做辣子味，辣子味就是辣椒了。那如果是大蒜呢？蒜就叫做酸内，酸内就是大蒜，没错。那如果我们要教大家的是烤五花肉要趁热吃，要怎么说呢？这句话应该要教给大家的是開三層肉，愛乾手濕。開三層肉，愛乾手濕。今天勾勾公哈法带大家吃得好过瘾的五花肉哦，我们下次见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